聖鬼節之地獄王夫。地獄深處陰風陣陣，鬼王正在召開大會啊！眾小鬼，我哋嘅聖日萬聖節進度點樣啊？每鬼王一齊順利啊！10月31號本來係古代慳衣特緊嘅除夕，佢哋相信嗰日鬼門關大開，於是個個就奇裝異服咁。小羅嗦，呢啲我唔知咩，快啲入正題啊！係。後來呢，教會呢幫我哋打響旗號，大肆宣傳。而家我哋嘅聖日就變咗國際大節日啦。嗱，3世紀嘅時候呢，羅馬帝國規定所有人都要歸依國教基督教，以為咁就可以打壓我哋咁喎。但係其實一般民眾都冇真正改變佢哋嘅信仰同埋教習。10月31號依然都係守鬼節。教會曾經諗過改變佢，於是就定11月1號為萬聖日，紀念殉道嘅聖徒。但係又容許啲民眾喺10月31號守節喎，結果就大家一齊守鬼節啦！嗱，我哋呢個聖日就因為咁樣發揚光大，打住萬聖節嘅旗號。今時今日，我哋贏晒啦！眾小鬼聽到之後，全部都狂呼大叫，手舞足蹈。做得好，做得好！陸小鬼，你有咩貢獻啊？全靠我哋引誘啲商家發明呢一門生意，有活動有賣精品賺大錢，少少嘅伎倆就包裝到又好玩又夠潮，全城玩足1個月，鬼節都唔鬼完啦！連基督教學校都搞埋 party， 你話係咪普天同慶？所有小鬼聽到之後，狂呼大叫，興奮得互相互咬啊！唉，做得非常之好。總之，搞到佢哋又驚又好奇，自動送上門，不知不覺就受我控制。哼，我絕對唔會放過佢哋任何一個嘅。鬼王老細，我哋呢個計劃係咪無懈可擊呢？當然又係，你哋要提防一啲識聖經、識得祈禱、識得團結嗰啲人啊！只不過呢啲咁樣嘅人少之又少啦。